Hi， 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國潮 Channel。咁今日咧就嚟同大家分享下一款咧就係華碩38mm 嘅孔雀石條狀釘紋刻度同埋大七工藝甲骨紋嘅數字手錶。咁而華碩一向嘅設計咧，主要都係以一啲錶盤嘅特色啦、用料特別同埋手工藝，仲有一啲日常生活經常都會出現，但又被容易忽視嘅一啲物料。咁同埋將一啲傳統嘅工藝背後嘅故事咧，默默咁呈現出嚟俾大家嘅。咁所以咧，有時候係好需要我哋去手錶說故事，咁好俾大家咧了解到手錶其實就不會大聲宣揚自己，但卻在安靜中吸引你的目光。咁而呢一種咧就係腕錶嘅魅力所在啦。咁佢不只係一個工具，更加係一個可以引發共鳴嘅腕錶。錶盤功能裏邊咧，我相信都唔使特別咁講解太多啦，因為都係以一個簡單嘅大三針，但係就用咗一啲經典嘅條狀釘紋咁展示時間嘅。咁而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要留意翻華碩以工藝取勝嘅一啲特色設計，咁就係將呢一款手錶咧就再度提升咁給擁有者嘅價值啦。我哋今日咧就嚟講下呢一個孔雀石先。咁孔雀石咧就係經歷咗大自然漫長嘅歲月創造出嚟嘅天然傑作，咁佢擁有住獨特嘅華麗同埋深厚嘅文化含義。咁而華碩咧就係利用咗直徑38mm嘅空間裏邊咧，將錶盤用純天然嘅礦石，就係呢一個孔雀石啦，而英文咧就係叫做 Malachite， 咁啊展現出咧最獨特嘅嗰一啲層層疊疊、深淺不一嘅綠色紋路。咁而睇上去會唔會覺得好似孔雀羽毛入邊嘅一啲眼睛咁呢？咁佢名咧就正由此而嚟嘅。咁而孔雀石咧係一個非常之古老嘅礦石，咁喺地球上咧就已經擁有咗數千年甚至乎係更耐嘅時間。咁尤其是喺古埃及啦、古羅馬時代嘅人民咧都係非常之珍惜佢嘅。咁用嚟做一啲護身符啦、顏料、裝飾品等等。咁佢就係象徵住悠久嘅歷史與自然嘅饋贈。咁佢一路以嚟都被看作為旅行者嘅守護石，咁意屬住保護同埋平安嘅。如果喺一個唔科學嘅角度裏邊嚟講佢嘅話咧，就擁有住一啲特殊嘅功效。咁而孔雀石咧就有淨化負能量嘅功能啦，帶嚟保護嘅作用。咁佢嘅漩渦、直紋寬嘅紋路同埋天然嘅綠色咧，亦都被稱之為有助於安撫情緒啦、舒緩壓力、帶嚟內心嘅平和、促進個人嘅磁場轉變功效。亦都有人認為佢能夠激發出潛在嘅能力表達嘅勇氣同埋決斷力。而綠色嘅孔雀石喺不同嘅光線底下咧，就會呈現出細緻嘅變化。咁而呢一啲小驚喜咧，就係天然材質帶嚟嘅一啲意外之美。咁而每一塊嘅紋理咧都有所不同，而精髓嘅地方就好似吸取咗天地間大自然變化出嚟嘅指紋一樣，獨一無二，有住不一樣嘅生命力。咁再配合翻條紋真釘嘅點綴，咁喺細節上邊咧又帶出咗一份復古嘅韻味，咁讓佢喺簡約中咧又多咗一啲精緻同埋年代感嘅。而另外一款咧就係華碩嘅強項，就係利用咗手工藝聞名嘅非遺大七工藝，咁係中國有幾千年歷史承傳落嚟嘅手工藝。咁而喺錶盤上邊嘅工藝處理咧，係需要經過非常之多反覆嘅程序去製造。咁而大漆嘅用料就係利用咗漆樹上邊所提取出嚟嘅漆液樹脂，咁之後咧再喺錶盤上邊塗上混合嘅樹脂，再喺佢半乾透嘅時候咧製造出呢一個凹凸嘅錶面。之後再經過幾十次嘅反覆分層刷漆，再經過拋光、打磨等等嘅工序，呈現出光滑鮮豔嘅顏色。咁而成個過程咧都係全人手工製作。咁而製作出嚟嘅成品花紋咧，而每一隻都係唔同。咁摸落去咧就好似平面，但係望落去嘅時候咧就擁有住豐富嘅層次感。咁而呢一個咧就係華碩腕錶嘅一大特色。咁而呢一款手錶嘅設計裏邊咧，都包含咗有好多中國文化嘅細節位。咁啊，例如喺錶盤嘅呢一個刻度數字咧，就係用咗古代嘅甲骨紋。喺甲骨紋裏邊咧，古人就係用象形嘅符號咧嚟記載住呢一個數字嘅，係最早出現嘅文字體系。咁另外喺錶盤12點位置嘅華碩兩個字咧，除咗係品牌 logo 之外啊，亦都係用咗書聖王羲之所創立嘅書法體系而設計。而呢兩款手錶嘅錶底咧，就係用咗透視嘅設計，可以見到手錶嘅自動上鏈機芯。當中自動舵嘅設計咧，就係以敦煌飛天作為靈感。
錶帶嘅顏色就對應翻錶盤，使用咗牛皮配搭翻白色嘅線車邊同埋快拆扣。如果大家想知道敦煌飛天係咩意思嘅話呢，或者係大七工藝中仲有邊幾款呢？咁可以留意翻我之前所介紹嘅華梳大七錶面喺 YouTube 嘅視頻裏邊咧都見到噶啦。所以喺呢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下，戴手錶嘅時候呢，除咗係睇佢外表之外啊，不妨可以了解下製錶者背後嘅一啲小細節。咁先正會令戴錶者唔會因為呢一個價錢咧而買一隻手錶，而係因為佢擁有住一個價值出現喺自己嘅旅途上邊，畫上一份色彩。咁如果大家對我以上所介紹嘅呢一款華梳嘅手錶感興趣嘅話咧，不妨去翻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國潮嘅專門店咧，就詢問翻有關嘅詳情或者係試戴下啦。咁而喺外國嘅朋友咧，就可以 click 翻以下條 link 上翻我哋嘅網站咧，就尋找翻你自己心水嘅手錶。好啦，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記得 subscribe、comment、like and share。臨走之前咧就撳翻個鐘仔，當我哋 update 最新嘅資訊嘅時候咧，你就收到最新嘅消息。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拜。